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愈来愈热，大家食甘蔗。有一句话讲，食甘蔗随目客，意思就是讲食甘蔗爱一含一含豆豆仔来。意思就是讲咱做代志爱照步来，唔通赶紧，嘛袂当无站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含，一含一含的含，得含的含，读好含含第一条。含就是得啊顶顶的物件，节甲节中一段，一目一目的范围。像讲得啊的，咱讲是得含；甘蔗会当讲是甘蔗含。含嘛是算节甲节中的单位，像咱讲一含、两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杂含，这是形容得啊或者是甘蔗，一目一目、一节一节、一段一段，中较短。第二个词读做老含，和杂含是颠倒变的意思。老含就是讲得啊或者是甘蔗，一目一目、一节一节，中较长，嘛当讲是老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一般人认为甘蔗头较杂含，也就是讲甘蔗的根一含一含较短，就较会甜；其他的部位可能就较老含，也毋过一目一目较拄称，品质是上介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含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